今天的天气实在是太好了。韩小姐您好，我们是灵姿医疗，很高兴通知您预约的诊疗时间可以提前了，请问您什么时候方便呢？韩小姐您在吗？喂？想不到让我求死又求生的原因，终究还是这张脸。那么我就开始问诊喽。院长，我做完以后也可以参加对话人生吧？声音不像。高鼻梁你知道吗？我想做成高鼻梁。身高不一致。这边还有这边，还有都做过了，但都不太满意。无法再做手术。不管还要多久，我一定要找到。请问是林院长吗？啊、我可以进来吗？我是来咨询整容的。请进来坐吧。把口罩摘了吧，不用拘束。声音相似，身高一致，生日一致。手术的话，要怎么做呢？是韩小姐吧？你好。首先，你五官的位置非常棒。啊，我吗？因为五官的位置，我本来也动不了。其他的话，初步看需要正颌来改变面部轮廓，眼角也需要开一下，鼻子需要垫假体，还有这里需要埋线提肌。最后就可以变成这样了，怎么样？漂亮吗？你是说，只要做了手术的话，就算是我，也能变成这样吗？这些都是我的患者，有几个还上过对话人生。他们每个人的脸都有缺陷，但是经过我的手之后，无一例外，都获得了新生。韩小姐，你也一样，可以拥有新的人生。手术也有风险吧？对于有些人来说，活着本身就是风险，这不是他们的错，只是他们还没有找到摆脱风险的机会。韩小姐，我想对于现在的你来说，只要能变美，这点风险又有什么关系呢？